动力脑欲望解传来前后综合圣贤自高超。伊个人生的真题，好为真题，真题，就是咧，这真题的意思就是咧讲真正的价值的所在啦以人生的真题来讲是安怎咱人要来这个世界上？咱活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中心的价值是啥物？这个中心的价值就是人生的真谛。咱生甲死，生甲死，甲咱人生佫有啥物关系呢？那么咱活伫这个世界上，要安怎才有价值？当咱还佫细汉毋捌代志的时阵呢，当然咱袂去想遮个问题啦等到咱大汉的时阵，捌代志了后，咱逐工拢为生活咧奔波，咧无闲，为着追求即个名利，咧劳碌奔波啦真少人会去想着即个问题。所以讲伫即个六祖坛经内底，咱五祖就甲咱讲一句话，讲世人生死事代，逆境将你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入迷，恶何可求？所以这物件就是咧甲咱讲伊这是咧甲伊遮个五祖咧甲伊遮个弟子讲就是讲咱拢家己其实就是拢咧追求遮个世间的遮个名利，遮个生活，拢袂去想讲要安怎出离生死苦海的即条路。所以讲咱的自信若去迷歹掉呢，咱的福其实无法度来救咱即条人生。处在世上，滚热闹，因为咱人生其实讲足无常的，有足侪无常的事啦所以有当时你计划要安尼，就赶袂上即个变化。比如像讲，咱每一天、每一个月的体育班的即个班程，就是讲照安尼，向上来一个个月来甲伊一个升3级的即个疫情的升3级。所以讲呢，咱就一切咱的道路，就是讲咱的班次拢停摆，所以讲而且呢，计划也无啥变化。那么呢，讲这就是因为咱离这个世间有6种的烦恼，就是讲贪嗔烦疑，佫有恶见。这6种叫做根本的烦恼。这根本的烦恼呢？因为这是一切烦恼的根本。那么呢，所有的烦恼就是拢从遮生出来的那么小理从来从理恼老师伫遮甲咱讲因为咱人有少年、壮年，甲老年所以咱少年时代咱就是咱年轻的时阵为着辛苦咧斗转，无时间讲我要来佚佗，要来吹。等到咱食老的时阵结果呢，人一赢过来，就毛病就来。毛病来，咱就开始想要去爬山要去旅游敢若想无迄个规律。咱这个少年的时阵讲欠长内路，为着咱的囝儿时势咧无用所以讲，但是呢，等到咱老的时阵呢，讲我即摆要来好好来享受。